喺我哋基督華人浸信會入邊，有一班默默付出嘅天使，佢哋會走入病房、長者屋企，甚至係寂寞嘅角落，帶出禱告、關心同主嘅愛。呢個就係探訪關懷團隊嘅使命，將主理愛化為實際行動，陪伴身體或者心靈上有需要扶持嘅弟兄姊妹。喂，今年我哋唔夠人去探訪，我哋陣間睇下有冇人出嚟勸下佢啦。係咯，叫我哋同佢一齊，我哋一齊去探訪啦。好，喂，啱晒啦Natalie，一齊探訪。探訪咩嚟㗎？我唔識喎。其實每次探訪咧，我自己係得着更多㗎，因為當我願意陪伴人咧，其實主就醫治緊我嘅心。其實我以前好怕醜㗎，如果你肯踏到第一步咧，慢慢咧就好易㗎啦。全運咧實會幫助你嘅，同埋一齊嘅。牙齒都没什么牙齿了吧？全都是真的牙齿，对不对？其实你们什么东西都不带，我也高兴。我看到你们人就高兴。其实我现在也看不见了，看不见我听到你们来，我就高兴，我的亲人来了。如果你有一粒願意關懷他人嘅心，或者你覺得自己有探訪嘅恩賜，我哋誠意邀請你加入探訪關懷團隊，一齊成為主祝福嘅器皿，讓我哋走在一齊，活出主嘅愛。